总罗威林退休进前，甲机密的资料炸走，敢会以违反国安法来办理邀台观察。天气冷叽叽，透早马祖南竿11度8，气象署提醒，下暗到明仔载天光这段期间，各地可能干14度至18度。烧金烧甲互警察抓去，有民众因为伫露台烧金，互警方照射违法甲移送，落尾法院裁定唔免罚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这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台湾天气是安尼冷叽叽。马祖的南竿呢，今仔日透早是11度8，也那新北市石门也甘那12度4尔尔。气象署是提示讲，尤其是今仔日暗时一直到明仔载天光这段期间呢，会搁来寒一届，各地气温可能甘那14度至18度。北部民众厚衫、厚外套穿伫咧身躯，日手上强的冷空气到位。拜三透早，全台上低温出现伫咧连江南竿11.8度，新北石门嘛干那12.4度，真正是冷叽叽。根据气象署的资料，拜三天要光的时，北部、中部普遍低温伫咧14度至16度，南部华东地区嘛干那17度至18度。气象署提醒，拜三暗到拜四的天光会搁寒一届。预计到了明天清晨，气温还是偏低哦，跟今天蛮类似。大部分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15度左右的低温。不过到了明天的白天，跟今天相比，气温就会稍稍回升。气象署指出，拜四日是东北季风减弱，天气会一天比一天搁较回温，尤其是到拜六礼拜，各地高温有机会来到26度至27度，甚至南部地区会来到30度。不过爱注意的是，各地半暝和天光拢干那10几度尔尔，早晚温差会差真大。那接下来回温的话，会一天比一天逐日的回升。那整体来说，预计大概到周末这段期间我们看到在北台湾以及在西半部地区的话，大概白天高温可能在26到30度之间。今仔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三北部、东半部地区会开始有短阵雨，不过整体的水汽有豆豆减少，袂像前几天安尼直直落雨，会开始转做大冷的天气。也那中南部同款是侪云好天的天气。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一桩意外的消息，这是发生在花莲市国父旧街50巷内，有一栋楼仔厝昨暗时发生火烧，消防队伫2楼救出2个查甫人，一个48岁伫急救了后是恢复生命现象，另外一个69岁落尾是救无回来。这详细导火的原因要着调查。第二位患者，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况且他行动不便，所以在第一个时间逃生的部分可能受了一些影响啊，所以在第二位患者救出的时候，他是呈现欧卡。好，看到这画面当中，导火烧的呢，就是专门咧睡人的套房，这乌烟是直直安尼冲出来。附近的住户表示讲，这导火的地点就伫咧2楼。消防人员入去内底的时阵呢，看到内底拢已经烧到乌有去啊，有陆续来救出4个人，落尾统计是3个人受伤，1个人死亡。另外来看，这烧金烧甲互警察甲抓去，伫咧台南甲高雄呢是有4个民众，就是因为伫咧露台烧金，互警方照射违法甲伊移送，落尾这法院是全部拢裁定唔免罚钱。也毋过这款代呢嘛引起民众的讨论。环保局是回应讲，若准有检举，安尼就会去稽查，真正违规而且伤憾故的，毋才会甲罚钱。店家咧做生意，车机16伫门口顶下卡咧烧金纸，是常在当看到的民间风俗。不过今年台南高雄出现事件，民众伫厝内阳台烧金纸，互警方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8条第1款，伫公共场所也是厝的边仔烧物件，有危害安全的几率。移送检议庭，烧金纸红上法办也引起讨论。那我们也是烧一点点而已，没有几分钟而已，这样子被罚钱，我也是觉得很冤枉啊。对啊，比环境污染更脏的更多啦。这个是民俗信仰，几乎每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啊，这样子啊。你慢慢画的话，你那个除非风很大，会飞到别的地方啊，不然应该不会啦。除非你像烧大量啊，那个烟才会或是那个灰。
小金是民间信仰的仪式之一，警方表示，若有人检举，警方就要到场。若确实有看到火无安全的防护等具体事情，得依法移送。无恐惊颠倒，让人积极结案。有律师表示，危害安全的记录的判断空间真大，落尾拢会由法官裁决。那社会秩序维护法特别规范这样子的行为哦，如果民众无故来焚烧相关金子，有造成危害安全之余的话，依法警方是可以移送地方法院简易庭来让法官认定是不是确实有危害安全之余，哦，进而做一个拘留或者是一个罚款的一个处分哦。为民众如果检举的话，环保局仍会派员前往稽查。如果发现违规事实属实且情况严重，才会逕予开罚。今日互人检举这事件，后来法院全部拢裁定无罚钱，环保局回应会去强化民众的防灾意识，嘛提醒民众烧金纸的时阵，就要顾好安全，注意风势，也建议当甲金纸集中烧，以供代金，佮有线上祭拜等方式，嘛通减少空气污染发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有一个伫高雄咧卖衫裤的姓吴的业者呢，最近是找人穿这高雄女中的制服要来翕影片，也毋过因为这影片的主题是无适当，而且学校的制服也有商标权，业者呢无讲无答，就安尼摕去用。律师是表示讲，这款行为已经侵权，也那学校也已经报案提告。新来兄弟挑战把乖乖牌女生变成坏女生。影片内底查甫人姓吴，伫高雄女中的门口找一个穿制服的学生，讲要做清查改造的挑战。因为影片的主题无妥当，放去网络随风喷。有真侪乡女的学生甲校友拢认为，这两人拢毋是乡女的学生，无经过学校的同意，就穿制服来翕影片，行销家己的衫裤店，实在真毋通。校长表示，因今年度已经有甲校名、制服衫拢注册商标，业者无申请同意就摕去用，已经正式报警提告。拍摄人没有经过学校同意，违反我们的商标注册，我们还会进一步针对内容我们也会提出我们学校应有的权利不是学生，然后还穿雄女的衣服，带有那种刻板印象的言论，就觉得看了就会觉得很生气。校长表示，英国嘛捌发生相像的事件，为着要保护乡女传承百年的好名声，才会去注册商标权。外边的人若是要用，拢爱来甲学校申请水平用途。拍影片的业者无接电话，敢若伫网络回应解说。警方表示，学校18有来报案，已经受理调查。本分局依规定受理，并通知拍摄影片当事人无难到案。全案讯后，已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未经高雄女中之同意，而以高雄女中之制服拍摄有损校誉的影片，可能触犯商标法95条商标侵权的刑事责任，以及刑法310条诽谤罪。该解释我解释，你们要提告的，我也不担心你们提告。除了乡女以外，业者嘛用乡中的制服来翕影片。虽然业者有伫网络回应讲，伊只是一种创意的做法，无歹记。不过因为乡女有注册商标，律师讲业者无经过同意就摕去用，有可能会违法。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这中华又搁发生石虎互车弄死的事件，这是昨早起呢，台湾石虎保育协会有接到一个通报，伊讲这中华河滨交流道的附近有石虎死去。协会表示讲，对2021年到今，这单呢已经发生8件这石虎互车搞死的事件。也那县政府是回应讲，在地收采这各示牌来提醒驾驶，也那未来也会讨论相关的防护措施。石虎摕伫路边已经明显死亡。18早起，有民众伫中华河滨交流道附近的车路发现有石虎互车弄死，遂通报台湾石虎保育协会。保育人员表示，石虎的尸体边啊，阁有一只鸟鼠，研判这只石虎可能是伫农田掠鸟鼠食，然后过车路的时不幸互车弄着。这是讲是一只细只石虎，甲另外一只是鸟鼠啦。去现场看的时阵，官府已经把迄个主要尸体已经接走啊。这摆发现到石虎的尸体位置是较往南边一点点啊，离交流道比以早发现的所在小可远一点点啊。保育协会表示，河滨交流道附近有乌溪的水源，加上石虎会伫即带农田掠鸟鼠食，遮已经有稳定的石虎族群咧生态。但是这个所在为2021年有记录以来，已经发生8件的石虎落杀。另外，伫今年9月，也阁出现中华头一个石虎互狗咬死的事件。OK， 活动的石虎就会走的稻田区遐活动，所以你穿越迄个和美交流道附近的体外变道的时阵，就有机会互车弄着。这几年来看，应该是中华较严重的一个所在了。
我们后续会邀请专家学者，然后道路的主管机关呢，就该地进行现勘，然后会依照专家学者的建议下去做后续的改善。保育协会指出，这边流浪狗真多，加上中华河尾趟台中的河尾大桥长咧施工，未来若通车对石虎的威胁会愈大，建议地方政府就要加做监测甲统计，掌握这搭石虎的生活范围。县府是回应讲，未来会邀请专家学者来会勘，讨论敢要增加相关的防护措施。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伊是拒绝酒测前后拢总7届，而且呢已经罚款500万去啊。也毋过伊也是照常伫咧车路安尼拍走。前几工伊是伫咧新北市家己刹车跋倒，警方验到伊的酒测呢是超过标准，所以照公共危险罪甲伊上班，而且伊已经毋是第1届安尼做啊。前当时3只桥倒摆的半路停落来，雄雄徛袂知，人含车做伙倒落去。几工前新北市新店的这个家己累残的事故，警方甲酒测发现桥倒摆的酒测高达0.83。食酒赛车的查甫人林彦迪，57岁，伫官方公告的食酒赛车和拒测的名单，定定拢看到伊。对2022年开始，敢若伫台北市就有7摆拒测的记录，加起来罚款超过500万。这摆是因为刹车才防做酒测。驾驶人拒测，则依道交条例第30条规定，会处新台币18万元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跟吊销驾驶执照。在我们实务上，这个案例是大概不到1成啊。面对驾驶人拒测，警方嘛干会当甲开发，袂当强制酒测，嘛互有心的人弄这个浪芳，食酒赛车拢拒绝酒测，安怎罚拢罚袂惊，同款是无照食酒赛车。道民代建议交通部爱修法，若是拒测，就当场甲人扣落来。我觉得应该要修法。第一个，不能够拒绝这个酒测。如果你现场拒绝酒测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当场把你留在现场。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强势的动作。若是拒测造成真侪问题，来看较早的案例，讲卖讲有真侪食酒赛车的女犯，就算已经食酒赛车几啊摆，互掠包，坐加几啊摆，嘛是共款无解。你车阁无车牌。然后你即摆规条路拢处理。这就台南这个老先生已经3摆食酒赛车去坐监，去年底关出来了后，阁互掠着食酒骑车，进前阁互判刑7个月。明明国内已经修法加重刑罚，加严定考照的定数，增加讲习的时数，但食酒赛车再犯的问题并无变好。执行酒驾案件裁判确定有罪的人是204867人，但是有96%都判处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对于酒驾者，对他们的吓阻力就会减弱。就算处罚食酒赛车已经提悬刑度，但是实际判的无够重，无法度有协助的效果。民间阁补充讲，对食酒赛车的女犯是食酒调调的问题，相关甲因治疗的介入协助，政府阁有拍拼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日军南阳地区指挥部有一个姓毕的军官，今年3月时阵呢，伊咧做部队留守主管的时，有2届拢无请假，就安尼离开营区。结果只是为着来买一杯咖啡、甲点心尔。这宪兵队长监视器确定这代志是有影，落尾法院甲判1当4个月，会当假罪，毋过需要纳5万块。出去买一杯咖啡，甲一盘煎饺，所互人判刑。宜兰日军南阳地区的指挥部有一位姓毕的上尉连长，互人检举伫今年3月担任部队留守主管的时阵，2遍无请假就选择营区去买咖啡甲煎饺。伊所属的机步1连负责海军的大湖营区门口徛哨，有装步指挥车甲战斗车顶装备，定定参加战备侦巡、路车战斗，也有搜索警戒等训练。伊3月迄当阵担任上尉连长，无请假出营区2点钟去买咖啡，同款无请假赛车去罗东夜市食煎饺，拢互监视器翕到。这个给他缓刑的最主要理由是因为这个被告犯后态度非常良好，完全坦诚犯行。宜兰宪兵队调监视器查到伊无请假出营区，经过法院审结，依照违反《陆海空军刑法》判1年4个月。严格考虑到伊犯后态度良好，而且承认犯刑，予以缓刑宣告。但是也是付5万块予公库，案件也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
前总统蔡英文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呢，其实去参加台湾美国商会年度活动。蔡英文伫致辞的时阵表示讲，这台湾对民主国家也有国际贸易的稳定性是有真重要的意义。也那郭立坚伊也指出讲，这美台经贸关系当咧进入黄金时代。继续深化台美关系，台湾美国商会自2025年度会员大会10号开始，前总统蔡英文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坚拢来参加。蔡英文致辞时讲到两岸安全议题，伊表示台湾对民主国家甲国际贸易的稳定性有重要意义。郭立坚发表主题演讲时讲到，美台经贸关系进入黄金时代，背后的推手就是 AI 革命。I sincerely believe U.S.-Taiwan economic relations are on the cusp of a golden age, driven by the AI revolution an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from one focused on cost to one that is built on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AI 甲半导体等新科技加做各国拼场的新战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晶片制造回流美国，专家分析，为川普的上新讲话来看，对台湾半导体的关税税率恐惊未伤过低。We had 100% of the chip industry, and then they left. They went mostly to Taiwan and South Korea, but mostly Taiwan, and they have almost 100%. And we're going to have,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 big percentage of the chip business are coming back because of tariffs. 10个台股淡盘，最后收跌上低点26756点，盘691点。分析师认为 AI 概念股出现起势回档，不过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川普释出晶片消息，也造成股市无稳定。在美国投资不见得会成功，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厂商，他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两难。你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那到最后啊，我们可能整个半导体业就会被它拖垮。好，所以这个风险当然会造成我们现在在股市上会有动荡。在外界对关税甲产业前景高度关注的同时，郭立坚也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支持两岸对话，相信无共意见应该在无受威胁的情形之下，用双方人民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前台积电副总罗威仁伫退休进前呢，哪像是甲2奈米等等的企业基本甲炸互走。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讲，这个事件呢是牵涉到国安议题、产业利益，也有个别厂商的损失。即马高检署已经分做他立案来侦办，调查敢有违反着营业秘密，也有国安法。要做台积电技术研发重要职务，资深副总罗威仁顶一日转做美国晶片大厂 Intel 重要的职务。传出伊伫退休进前，若像甲2奈米、A16、A14等等先进制程的技术，才会营业秘密炸走。台积电敢是发生涉密案，引起讨论。经济部长龚明鑫19去立法院质询，立委关心经济部长案的情形。龚明鑫讲，这个代志涉及国安的议题，甲整体产业利益，还有厂商损失的情形。有可能会涉及到国安法，这是国家先进制程，这个是非常核心的这些制程哈。这个有3个层面的哈，来探讨了哈。第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国家安全层次的问题哈。国安层次来讲的话，我们要确定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危害到国家的利益跟安全嘛。立委问龚明鑫敢是有熟悉罗威仁，还有台积电高层退休了后，就随转去竞争对手遐上班，是安怎会有在伊发生？有跟他深谈过吗？有交换过什么意见吗？董事的时候，那当然有做过一些说明了哈。那你认为这个人的人品如何？你客观判断。对，当初觉得还不错的。当初觉得还不错，那现在是不是觉得判断错误了？有点意料之外的。针对台积电敢是发生涉密案件，龚明鑫讲，什么资料互炸走，由台积电来认定。现人经济部会去认定去用炸走的相关技术，敢是有符合国家关键技术。现人去用炸走的是啥物物件？这是属于台积电的营业秘密，经济部无方便说明。台积电若是要提告，经济部会提供协助。伫司法委员会，立委嘛问法务部长陈炳谦，伊强调讲，高检署的地裁分署已经主动分他治案，会搜证甲理清敢是有涉及违反营业秘密法甲国安法。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中常委何应龙呢，最近是拍几啊部抖音的影片，这内容拢是咧宣传统一，这是引起社会议论。国民党昨是以违反党纪的名义，甲伊的党籍停掉。何应龙不满这党内的做法，所以今仔日去到科技会来沟通。
我的言论没有违反到国家的法律，没有危害到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党部也是考量到党的一些方面嘛，那我也说，不说什么，但是在第一时间发表新闻，我是有点寒心。停止党职有没有期限？是无限期，还是几个月，还是半年？现在我就等他们结果。在河永路呢，是去到国民党的科技会去会谈，伊强调家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伊的言论无违反着法律，已经提出申诉，希望党内会当先予伊清白。也毋过，在河永路呢是无互人停权，敢会影响到未来国民党中常委选举的资格，要待党内来做出决定。又搁有国军去做间谍啊！这是一个香港的查甫人呢，伊受到中国的指示，利用观光甲交流的名义来到台湾来发展组织，有吸收6个台湾的官兵，而且呢，搁甲因洗脑去。这个检视是照违反国安法、甲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名，甲这个人拢加起诉。含苗粉的人员做伙翕相，伫相片内面穿白色的靴子。这个香港的查甫人丁小好，伫7年前以湖南省志江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鹿港天后宫去交流。但无想到伊真侪摆来台湾，后壁的目的是涉嫌伫台湾发展中国间谍组织。根据高检署的调查，丁小好是受到中国官方的指示，真侪摆借商务活动也是观光的名义申请来台湾，透过地下汇兑提供1112万的报酬，吸收时的退役军人2个现役军人下令去探听机密资料，含说服现役军人2方若发生战争，带领部署消极卖抵抗。是本部执行内部清查作业时，发现杨姓少校行止涉疑，立即依国安联防机制通报国安局、统合县指部、调查局等单位共办。经过严密的搜证及损害管控，循线查获上游的不法组织，及报请台湾高等检察署统合台北地检署侦办。高检署18侦查终结，甲丁小好含6个现役退役的军人，照违反国安法等规定来起诉，求处重刑。国防部是强烈谴责违背忠诚义务、叛国的行为，嘛落实涉密人员安全调查机制，针对中国渗透的手段这么多元，征得军上校向德温签导航承诺书，报告人是真戆野。台北地院国安专庭法官柯凯杰就指出，中国对台渗透的6大手法，分别是涉密、亲像无细日签导航协议，含组织的渗透，分裂社会是中国间谍渗透到台湾的各政党和科技涉密铺设地带的行动。我们刚买的高科技武器系统的这些部队的士官兵，因为这个武器性能到底怎么样？因为他们是操作手，他们非常清楚的如果他们把这个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所有的参数向外透露，我想中共对这方面也是非常有兴趣的。中国渗透的目标过去是锁定国军的高层，即马毋若是扩大到基层的官兵，一般的民众嘛防锁定。陆委会表示讲，因为中国的渗透防起诉的人数连续几年一直增加，2022年有28个人，2023年来到86个人，去年超过100，有168个人。校长认为讲，应该要加强预防作为，落实全面国防，才会当防止中国的渗透。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这几天啊，这军事动作是真侪，毋但是伫黄海实弹演练以外，也伫台海来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外界就烦恼讲，这中共呢，敢会伫台海、南海甲黄海3个海域来联合行动咧？咱的国防部长郭立平是讲，钓鱼台是应变范围，咱的国军会加强处理。中国甲日本这军关系紧张，中军这军也伫咧黄海进行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也伫台海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外界认为是因应中日紧张情势，一个反制台美军售，对中共伫台海、南海、黄海拢有军事动作，形成3海联动。国防部长郭立雄19重申，中共是麻烦制造者，希望慢用武力解决问题。我想，中国应该要放弃所有以武力来解决事情的这种思维。对台湾来讲，动辄要以武力来并吞台湾，我想各国的这些理念相近的国家都会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态的严重。国军用突发状况处理规定，应对中共的威胁。一若中共这军伫台海进行的联合战备警巡，郭立强判断有关是周期性作为。一若中国海警船侵了钓鱼台，你会关心咱是不是靠赶伫钓鱼台附近的中共军机舰？钓鱼台周边的活动，或者是进入
它有一些状况情况之下，确实都会进入我们的应变区，那我们都会加以来处置。所以还是会处理是吗？对，只要进入应变区，我们都会处置。中共继续军事扩张建立3航舰的时代，第3代航舰福建号正式复建了。中共官方媒体央视第18日早对外大宣传，公布福建号第一遍海上实兵训练，包括歼18、歼35空警600顶舰载机演练起降。因那福建号未来可能会部署伫南海，国防院学者李志尧讲，应该是要负责确定台湾海上补给线，对南方是正严重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管府公布1万粒文雅畜牧场的鸡卵已经流去到新北市，其中的4600粒有可能已经互人食落啊。外界是批评讲这消息呢是伤慢公开，也那中华关卫生局是表示讲11月初10就已经公告全国。另外，这畜牧场姓陈的负责人呢，昨是互检方2度甲传去问话，认定涉犯食安法甲诈欺罪嫌，以40万予伊交保。新北市卫生局人员到早餐店甲杂粮行检查，了解是毋是有问题卵。中华本家畜牧场鸡卵分普年超标，其中50拿1万粒鸡卵销向新北市。现在卫生局回收5400粒，已经第17由中华管府销毁，另外有4600粒已经卖出。目前拢无发现问题卵，可能互消费者食到巴肚。总共拦截27篮的鸡蛋已经全数的退回给上游，那剩余的23篮销售对象为早餐店、杂粮行以及散客。那本局也已经完成早餐店、杂粮行共9家业者的查核，那均未有问题的蛋品。中华关分普年卵是国内第一例用塑原米对出疫苗案例，外界批评问题卵毋若流向大众，9日了后才也出流向新北，实在有够慢。中华关卫生局表示，切早已经由中央统领全国专门回收问题卵品，所以不需要个别说明。因为11月10号，卫福部就已经下令所有的蛋都要下架，所以我们就没有再特别去说，因为没有必要再去说明任何的流向。过去都会有这个县市之间的互相通报，扩大稽查，就除了原本的文雅这个畜牧场所出来的蛋之外，如果又有新的这个检验出的结果的话，就会跟大家再说明公布。卫福部强调，文雅畜牧场卵品禁止卖，这礼拜也扩大稽查，后续加强甲量证单位合作。另外，将话题检数10第1摆传唤文雅畜牧场姓陈负责人，认定有涉犯食安法加诈欺罪嫌，40万交保。检察官续查药品来源及鸡蛋流向，于18日传讯畜牧场负责人，认为违反食安法及诈欺罪嫌重大，于讯问完毕后交保新台币40万元。警方进前到文雅畜牧场采集证物了后，了解环境甲用药甲饲料是毋是无适当，后续了解卵安怎流出，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风台伫鸡蛋做大水，除了这地方是来补助1万块以外，中央也宣布照饮水的关度甲灾损的状况，这救助的方案会分做3级，上济是领10万。也毋过有灾民的是真无奈，因为损失的是较济过遮的补助。也那苏澳镇长也反映讲，这核定的工课确实有影，互人真歹做。侪民众19早起来到临时塘仔口，要申请补助。风台省长宜兰有几内所在因大水，地方补助1万协助灾民。即马中央嘛加度分3级救助，上悬会当领10万块。好，安尼好啦。我规头拢淹到咧，阮楼骹拢淹。汽车走无哩啦，内面共款一楼拢共款物件损失多啦。损失了我看是要上少爱留60-70万。中央的救助方案有明确分级。照徛过饮水的悬度，敢有财务损失来定出救助的金额，像上悬的10万块，爱符合饮水100公以上，各有财务损失的状况，由地方政府和乡镇市公所来照实际认定。那个发票应该都是淹了啊，怎么可能会留着？怎么说财损证明？一站就是我已经。到尾到2楼，讲叫我摕竹啊，我都无竹啊，我讲我用扫帚量，是安怎量？安怎判断饮水的悬度、财产损失安怎认定？那民众无奈，相关的勘查嘛真好处理。他们在外面都有碰到一些就是认定上的问题，民众很快的就把，因为要让家里恢复其实都已经弄得让我精力的，甚至有些装潢也都拆掉。饮水特别严重的苏澳镇镇长讲，地方甲中央的各项补助
犹原无法度弥补灾民的损失，呼吁爱扩大救助的经验，让灾民得到更加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审查八达岸溪这灾后重建特别预算，立委郑天才是要求爱赶紧来解决这崩山湖的风险。也那过国文是关注这未来灾区土地定位预算到底安怎管控。针对着这八达岸溪的治水呢，经济部是来规划短期甲长期的方案。有部落的青年是要求这相关决策都爱有灾区居民的观点。落实自主重建。部落的青年大写化中建的计划，应该纳入灾区居民的观点。花莲八达岸溪崩山湖的灾害，冲击讲互乡等等的所在，政府编上含300亿中建的经费。不过，部落的青年认为讲，对回归家园、人文恢复的层面规划无够，嘛希望爱提供客家补偿的金额。请求中央35万真的不够，政府5万根本不够在我们灾民重建家园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求提高补偿金额。这个洪台冲击万影响平里村，甲洪林镇长桥里，有平里村的村民报连登去八达岸溪北边看，控诉讲明明因家受损，洪强必爱撤离，是安怎无防认定是受灾户？就按照村长节目撤，可是我们东西都被冲掉了。我想说，现在他们是认定说那个受灾户才有，我们也是受灾户啊，没有说比照官户这样子。只要房子没有冲到，就不列入那个受灾户。什么叫受灾？我鱼池也不见了，养殖都不见了，果树什么都冲毁掉。除了当地居民表达诉求，立法院19召开联席会议，审查八达岸溪灾后重建特别预算案。立委郭国文关注未来灾区土地定位、甲管控预算的运用。因那立委郑天才，佫一家要求讲，要赶紧解决崩山湖存在风险。到底有没有要挖那个坝体？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整个的坝体本身的一个处理，它有非常多的模式。总共100多公顷的重划，居然高达7.5亿。土地重划有一个委员会，有相关的非常严谨的一个规定。经过讨论了以后，面积没那么大的时候，经费就会缩编。根据经济部的规划，短期的治理会优先加强八达岸溪、甲花莲溪水流溪补的疏浚，还佫有清洁伫溪补的涂刷。也那长期的部分爱设置补花来抵抗土石的冲击力。嘛爱去第2年的爆花加做缓冲区，降低溢流崩花做大水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美国众议院以正悬的票数来通过要求司法部公开爱普斯坦犯罪案的档案。这个投票案原底是因为总统 Trump 甲共和党的高层反对，所以直直无通过。也那 Trump 呢，其实进前甲爱普斯坦是有来往过。即马咧要公开这个档案，外界关注讲这当中敢有 Trump 牵涉在内。The yeas are 427. The nays are 1. 2/3 being in the affirmative, the rules are suspended. The bill is passed. 就伫川普过日前向红改变过去几个月态度无可激烈反对了后，共和党控制众议压倒性票数通过要求司法部门公开已经过身性犯罪者爱普斯坦相关的档案。I'm grateful that you have pledged to sign this bill. I can't help to be skeptical of what the agenda is. I am traumatized. I am not stupid. 表决进前20多回，把指控和爱普斯坦性格太人加3个跨党派国会议员伫国会大楼外口，更呼吁公开相关档案，其中一个是川普以前重要的朋友。I was called a traitor by a man that I fought for 6 years for. 在白宫办公室，川普咧接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对记者一直咧关注爱普斯坦的案件，吃不完。You're with who? ABC News, sir. Fake news. ABC fake news. One of the worst in the business. But I'll answer your question. Thank you. Mr. President, why wait for Congress to release the Epstein files? Why not just do it now? You know, it's not the question that I mind. It's your attitude. 川普甲爱普斯坦过去有过社交 party 往来，爱普斯坦成半下被承认销路成还婚顶。川普后来表示两人关系破裂，在档案内底是毋是出现关系川普的敏感资讯，正受注目。为7月众议跨党派一定机关强制提案成为成果，议长强生白案掌控了后，一直是川普的政治痛点。所以去公开爱普斯坦档案的法案会送参议院来审议。公司新闻恩为您报道。
再来看这波兰当地时间11月10日暗时呢，是传出2站铁基路防破坏的事件。官方认为讲，这条路线呢是欧美各国透过波兰送军事物资入去到乌克兰的重要的铁路，所以真有可能就是罗西亚咧变鬼变怪。也毋过目前伫波兰是无查出任何具体事情。 伫波兰东南部的小城市普瓦维，会当看到一个火车停伫铁基路，不过其他列车也是照常行驶。伫铁基路沿路4区位，大阵警察甲其他单位的调查人员，当详细地搜查是毋是有其他互人破坏部分，还是匪徒留落来混淆。 Wczoraj około godziny 7:30 na trasie kolejowej jeden z pociągów zatrzymał się, ponieważ zauważono wyrwę w torze kolejowym. 除了暗时7点半以外，2点钟后附近佫传出类似的状况。这条铁路线是为首都华沙一路往东南方大城罗布林，当地除了是波兰的文化城镇，也是俄乌战争后欧美各国军事支援乌克兰的转运中心。所以波兰政府把箭头指向罗西亚，怀疑就是罗西亚因塞苏人破坏铁基路的。 Prawdopodobieństwo, że dzieje się to na zlecenie obcych służb jest bardzo wysokie i decyzje prokuratury kwalifikujące to zdarzenie również to potwierdzają. 公司新闻起家人变异。 跨年活动就要到啊，台东县府呢，这个月开始是来加强稽查这旅宿业者所定出来的房价。目前是发现有2间业者违规，已经要求因限期改善。若准无，安尼就依法来规范，而且公店因要报名。 离台东县年底的跨年晚会也过1个月假，县府自这个月开始加强到各饭店甲民宿稽查，包括是毋是有趁机会有关介绍，也有卖出去的客房数是毋是甲申报数目同款。到即马有发现2间业者违规，希望业者会当遵守规定。我们稽查到了有2家的业者他已经有扩大营业的状况，那我们已经寄发陈述意见书给他。我们自己针对会员也有做一个宣导啊。 县政府也有做一个公告宣导。伫即马台东县的饭店甲民宿，跨年的订房率差不多8成左右。因过县府进前捌发现，若旅馆活动的日期，网络订房平台介绍县市旅宿业者定的标准，互人检举的愈多。县府请业者要注意，莫互旅客买印象。那网络平台业者认为，在过年或是跨年这段时间是热门时段，他们就自行调整价格。 结果他们涨的价格就超过了旅宿业他们承包的规定，因为抑制房价，我们才能有机会然后再来这里玩呐。县府强调会继续进行旅宿业房价稽查，请业者要依照旅馆民宿业相关管理规范，公平公开介绍。若无依照消保法加发展观光条例等规定，相关会当裁罚30万，并且公布违规业者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 环境部推动性别友善便所，按算伫5栋内要投入2亿外的经费来打造。也毋过民间团体针对现有的性别友善便所去调查，所发现讲这合格比率是无到3.4%，所以要求要赶紧改善。 那伫便所外口看到一款顶冠用无共色水和无共成分都因为的标志，这是环境部对去年开始推动的性别友善便所，然后对今年开始到2029年要投入新台币2亿外。伫咧5年来，这款便所要增加到1246座。目前环境部已经列管831间，有35.9%有摕政府的补助，但是有民团就去抽查149间的便所，发现敢若5间有合环境部的规范，合格率是无到3.4%。 149间里面有75间根本不是性别友善厕所，而且就是高达占比是超过一半的58%的。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环境部目前列管的这个性别友善厕所清单，明显的有滥竽充数跟不当挪用的状况哦。 环境部有要求性别优先便所要符合安全和温书保护等5项价值。根据民间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是无下条件。民团就建议环境部要改善这款乱象，而且要有清楚的标志和说明，好要用便所的人了解
什么是性别优先，也有变数内底的设计。它必须要软硬体并重，不是只有花钱去补助硬体的这个增设哈，但是性别平等的概念必须要被真正的落实，也就是理解的这个概念哈。非常少有它这个使用说明，导致民众对于听过这个多元性别厕所，但是往往社会大众会把它简化成男女厕所。我觉得这是个很粗暴的形容，因为这种简化会直接引发社会大众，尤其是女性群体对于隐私和人身安全的担忧。针对民团的建议，环境部是回应讲，因会去请教专家，搁再确认性别优先的定义，嘛会和各部会各单位斗阵合作来实践性别优先变数的理念。记者陈新东、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今年7月时，这新德市呢，伫中央路甲文化街口来实施敬老的爱心交通号志，也毋过试办3个多月的时间去啊，有人是讲好，嘛有真侪人是毋知影有这款装置。市政府表示讲，未来会搁加强宣导，教民众安怎使用。用敬老卡伫感应的所在比一个，就当互车顶延长10秒，互时代有更较侪的时间过车路。这是新德市伫今年7月开始试办的敬老爱心交通号志，虽然已经实行3个多月咯，有民众学了这项做法，不过嘛有不少人根本唔知要安怎用。我觉得很好，像我这个有点中风的人非常好。很有用的，那么近。不好啦，你讲不好啦。按哪讲？这个距离又不远，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另外，有民众批评讲，对视障朋友来讲，这装置根本就无效，而且出门若是袂记你扎卡片伫身躯顶，嘛是袂用的。针对民众的疑虑，新德市府回应讲，会观察使用的情形，再来调整。目前敬老爱心号志只提供真正有需要的高龄者以及身心障碍的民众来感应。那刷卡之后呢，下一次的绿灯秒数会从18秒增加为28秒，提供充裕的时间让民众来穿越路口。是否也会持续观察民众的使用情形，滚动调整。市府指出，新德市65岁以上时代人口大约15%，未来除了会搁加强宣导，教民众了解敬老爱心交通号志安怎使用。针对未来敢会扩大服务对象，市府讲会搁看使用状况来规划刷落去安怎来改进。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桃园的7大客家馆舍呢，去年拢总了4000多万。除了这台湾客家地文化馆以外，其他全部拢了钱。也那客家局是回应讲，目前已经针对7个馆舍来调整行销的策略。今年来参访的人次是有比去年同期搁加个3%。以美集团向定族群团结甲跨过历史断层，在桃园平镇的1895以美宝台纪念公园游客中心，以外经过6摆流标，营真侪年，才总算伫今年标出。毋过桃园有7大客家馆舍，除台湾客家地文化馆以外，其他大馆舍营收全部了钱，入馆人次也减少。参观的人少，收入是少。冇老了个特色啦，讲出来啦，冇用菜体的人来竞争哈，今地了为菜体的特色。不会啊，我就觉得它蛮不错的，人气也很热，也蛮干净的。展出的东西呢？也还好，对啊，因为历史性的东西嘛，大概都差不多，还有一些互动。有议员批评，桃园市客家人口第一大城有将近90万客家人口，毋过外界讲到客家，想到煞是新德。桃园7大客家馆舍建设成本有19亿3000多万，去年了钱超过4000万。另外，馆舍总入场人数也为2023年287万人次，那个去年238万人次，市府应该检讨安怎更较有效来营运。113年跟112年比较起来，我们的这个短处就减少了16%啊。那今年我们还会继续的来增加营收。客家局强调，文化城的馆舍本来都唔是用营收作为唯一的目的，7个馆舍也佫有文化推广的意义。毋过，就算安尼，依然努力增加营收。去年开始已经针对馆舍强大特色文化品牌甲整合活动行销策略，甲今年10月已经超过200万参观人次，比去年同期小可增加3%。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在云林大溪的海口生活馆呢，伫2014年的时阵开始营运，也毋过因为是伫咧海边啊，这建筑物陷海风，而且靠风台等等是受到真大影响。但已经拍远要3冬的时间啊，县政府是讲有编1000万要来甲征收，按算明年7月完工了后，会当成做是地方观光甲教育的新地标。草啊黄密密，看无要去海口生活馆的路。生活馆的设备包括壁倒必顺，便所的设备早就告终。大溪乡海口生活馆按2014年开始营运。买酒经营团队合约到期封馆，丰台海口元素生活馆变作在地治安的康客。2020开始至今一路摆到烂，我质询了很多次，那终于今年县府要投1000万下来，就是做改善。那希望说这个改善能够为台西带来活化。在地民意代表讲，进前海口生活馆承办海洋生态活动，有真侪人来到云林沿海。不过几年前封馆了，因为风台等因素来损坏，即摆云林县政府已经有编征收的经费，要来重建使用。也编列了1000万，就是要做这些，包括是室内地坪、外墙，还有包括这些灯具啊、卫浴设备的整修。这个工程预计在12月会完成发包。那工期预计会在明年的7月全部完成。云林县政府讲，海口生活馆因小建风台造成管辖受损，为了维护民众的安全，才会封馆。未来完成修复了后，会找专业团队经营，以推动海洋教育观光做目标，和大溪海口生活馆彰显文化教育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基本竞赛今年有一个项目叫做拓者剧场，是分做台基组、客基组甲原住民基组。也毋过承办单位呢，煞要求选手伫尾啊爱用华语来讲多谢。即马经过抗议，这项规定已经取消啊。有台基团体是认为讲，应该在训练工作人员去了解无共款的语言，毋是要求选手该讲华语。队伍读衰时，等待评判的提问。谢谢大家。这是全国语文竞赛拓者剧场台基组的示范影片。结束的时，选手煞是用华语说多谢。今年比赛是台中市府承办，17伫咧网络顶有民众反映讲，承办单位要求拓者剧场的各组选手伫咧最后爱用华语讲谢谢，避免工作人员听无时间算唔对。但是讲母语的比赛项目所奉要求爱讲华语来做结束嘛，引起议论。语言意识吼，还有对这文化的尊重，其实是已经欠缺。教育局应该爱改进吼，啊，包括未来伫咧学校教育嘛，要有正确的观念，互咱下时囝知。有台基团体认为，应当爱训练各组别的工作人员，了解无共语言安怎说多谢，毋是要求选手该讲华语。嘛指出，真侪项目在比赛进前说明规则的时，嘛要是用华语来讲，应当爱改进。另外嘛，就要重新检视全国语文竞赛的目的和精神，避免佮出现这种情形。这就是爱训练啊，所以咱应该是去检视讲，咱要安怎促进这个语言的使用。伫比赛内底，应该迄个语言的项目，就全部拢用迄个语言来进行。经过台中市议员和教育局反映了后，17伫咧全国语文竞赛筹备会开会了，嘛已经公告，拓者剧场无论是倒一个语言组别的选手，拢唔免用华语说多谢来结尾。后续我们做这样子的检讨，的确是国家语言发展法里面说，任何的语言都是我们的国家语言，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就重回我们的竞赛的规定，只要是竞赛员开口进行文本的表述，我们就会按下码表开始计时。那如果他停止表述，我们就会停止计时。咱来今年的全国语文竞赛决赛的时间分做2阶段，亲像演说、朗读和字音字形等等的个人赛，是伫咧11月22和23。另外，拓者剧场这款团体赛是伫咧11月30举行。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5度到17度，中部地区是16度到21度，南部地区18度到25度，东部地区是16度到24度。咱外岛地区14度到20度，
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